中文作为世界上最古老且仍然使用的书写体系之一，独特的以表意文字为基础，通过符号与形态表达思想和文化。繁体字和简体字分别作为汉字发展的两个阶段，各自拥有显著的特点。在文化传承、教育推广、技术应用以及美学表现等领域，繁体字与简体字各具优势与局限性。全面分析两者的优缺点，不仅有助于理解汉字发展的内在逻辑，也能为现代汉字的合理使用提供参考。一、繁体字的优点。一、文化传承的深厚价值。繁体字是中华文字发展的重要阶段，源于古代篆书、隶书，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，成为古代文献、诗词和典籍的主要书写形式。繁体字的复杂结构和完整性，保留了汉字最原始的语义信息，对理解中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。例如，繁体字中的一由书、史和酉组成，展现了古代医疗、用毛和药酒治病的场景，而简化为一后，这种文化隐喻就被削弱。繁体字的字形记录了古代社会生活的细节，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媒介。二、字形的语义完整性。繁体字因其笔画丰富，保留了许多语义信息。例如，爱中有心，象征着情感的核心，而爱字的简化形式则失去了这一细节。此外，繁体字有更多部首和形旁，提供语义线索，使读者更容易推测字义。例如，关中的线提示与视觉相关，而简化为关后，这种语义关联有所削弱。三、高度的美学表现力。繁体字结构对称，笔画间的布局和谐，是书法艺术的瑰宝。许多书法经典作品，如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、颜真卿的多宝塔碑等，均以繁体字为载体。这些作品展现了汉字书写的节奏美和张力，是中华艺术文化的重要象征。繁体字丰富的笔画也为书法艺术提供了更广阔的创作空间，使其在对称性、空间分布以及艺术表现上具有独特优势。相比之下，简体字在艺术性上较为逊色。四、特定地区的文化认同感。繁体字在台湾、香港、澳门以及许多海外华人社区中广泛使用，是这些地区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华人移民的历史中，繁体字成为连接全球华人文化的重要纽带。它象征着传统文化的延续，使得繁体字在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中占据重要地位。二、繁体字的缺点。一、书写效率较低。繁体字的一个显著缺点是笔画较多，书写复杂。例如，体由23笔组成，而简化为体后仅需7笔。繁体字的书写效率较低，尤其在需要快速记录信息的场景中，可能带来不便。在现代社会中，时间和效率的优先性使得简化字更受欢迎。二、学习难度较大。对于初学者，尤其是儿童或非母语学习者而言，繁体字因其复杂性显得难以掌握。例如，龟这样的繁体字，对初学者来说不仅记忆困难，而且书写容易出错。这在教育普及方面可能对提高识字率造成障碍。三、信息化技术适配问题。繁体字的笔画复杂性给字符编码和显示技术带来一定挑战。早期的信息化技术中，支持繁体字的设备较少，导致许多地区和领域选择更容易实现的简体字。虽然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已解决大部分问题，但繁体字仍在某些应用场景中面临兼容性问题，例如字体设计和排版的多样性限制。四、使用范围的局限性。繁体字虽然在中华文化的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，但随着简体字在中国大陆以及国际中文学习中的广泛推广，其应用范围逐渐受到限制。现代主流出版、教育和媒体基本采用简体字，繁体字的使用场景更多限于特定地区和文化领域。三、简体字的优点。一、提升书写与阅读效率。简体字以提高效率为目标，通过减少笔画，显著降低了书写成本。例如，门简化为门，飞简化为飞，这种变化大大提高了记录和交流的速度。在日常生活、商业活动和信息传播中，简体字的高效性为人们提供了便利。二、降低学习门槛。简体字的结构简洁，易于学习和记忆，
尤其适合儿童和非母语学习者。其笔画减少后，更易于书写标准化，有助于在教育初期阶段培养书写和阅读能力。对中文作为外语的学习者来说，简体字更易掌握，也促进了中文的国际化传播。3. 适应现代化信息技术。简体字因其笔画少，更适合数字化应用。例如，计算机输入法、字符编码和排版系统通常以简体字为标准，便于信息化处理。此外，简体字在字体设计中更具灵活性，易于开发多种字形和排版风格，满足现代审美需求。4. 普及性与覆盖范围广。简体字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，通过教育改革和政策推动，迅速成为中国大陆及国际中文学习的主要书写形式。目前，全球大多数中文出版物、网络内容和教学资源都使用简体字，极大推动了汉字的普及和传播。4. 简体字的缺点。1. 语义信息的缺失。简体字在简化过程中，部分字形失去了原有的语义信息。例如，1简化为1后，不再体现与有9相关的古代医疗场景，这可能导致对文字本意的理解偏差。此外，一些同音字因简化后形同，增加了语义上的歧义。例如，后和后简化后合并为后，使得上下文中的语义区分变得模糊。2. 文化传承的弱化。简体字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汉字的文化厚重感。例如，1简化为1后，失去了草旁，隐去了与古代植物文化相关的意涵。这种削减对研究传统文化和阅读古籍可能带来困难。3. 书法与艺术表现的局限。简体字因其笔画简化，在艺术创作中较难呈现复杂的视觉效果。与繁体字相比，简体字的对称性和结构美感较弱，在书法艺术中的表现力较为逊色。许多经典的书法作品难以用简体字再现其神韵。4. 地区分化与文化隔阂。简体字的广泛推广虽然提高了效率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与繁体字使用地区之间的差距。这种文字上的差异在跨地区交流中可能带来文化隔阂。例如，大陆与台湾、香港的文献和书面交流需要进行繁简转换，增加了沟通成本。5. 总结与展望。繁体字和简体字各有优缺点，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需求下，发挥了各自的作用。繁体字代表了汉字发展的完整性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；简体字则顺应了现代化社会的需求，以高效和简洁著称。未来应采取繁简兼顾的策略，将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。例如，在基础教育中普及简体字，同时鼓励学生接触繁体字，以了解其文化价值；在国际传播中推广简体字的同时，保护繁体字在艺术和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。通过这样的方式，既能延续中华文化的传统，又能满足现代社会的实际需求，让汉字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。